喺香港，每個人嘅雙腳都承載着生活嘅重量，但對於糖尿病患者嚟講，腳下嘅每一步都可能係一場無聲嘅危機。高血糖靜雞雞咁侵蝕神經同血管，一個微細嘅傷口足以改寫人生軌跡。呢個並唔係一件遙遠嘅事情，而係香港糖尿病患者持續面對緊嘅隱形戰爭。糖尿腳源於高血糖對身體嘅雙重破壞。第一，神經損傷會導致足部感覺遲鈍，患者可能察覺唔到傷口感染。第二，血管損傷會減慢血液循環同埋傷口愈合嘅速度，增加患者受感染風險。糖尿病患者變得極為脆弱，即使係輕微嘅擦傷或者壓迫，亦有可能演變成難以愈合嘅潰瘍，進而引發嚴重感染，甚至需要截肢。所以及早發現同埋預防糖尿病至關重要。為咗提高大家對糖尿腳嘅關注，金鐘扶輪社、快活谷扶輪社、香港足科矯形學會、香港糖尿病肢體護理協會決定攜手合作，聯同基層醫療處、地區康健中心、香港護理及助產專科學院同埋東華三院護理學院，發起一個意義重大嘅項目——糖尿足社區關懷計劃。我哋走入社區，為糖尿病患者提供專業嘅足部檢查，並且教育大眾正確嘅足部護理方法，希望做到預防勝於治療。我哋11月14號喺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舉辦咗今次活動嘅開幕典禮。當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咗多位專業人士、教授、醫生同埋嚟自不同機構同協會嘅嘉賓蒞臨出席。我哋現場預演咗整個糖尿足檢查嘅流程，共分為6個主要部分，務求可以為參加者提供全面嘅服務。第一，基本檢查。首先，地區康健中心嘅工作人員會為每位參加者量度身高體重，同埋協助佢哋填寫相關嘅個人健康資料。第二，足部壓力分布測試。參加者需要喺特製嘅感應板上面來回行走4次，儀器就會精準記低數據，並且分析足底壓力嘅分布地方。第三，腳部神經纖維功能檢測。唔同以前一直用開嘅傳統檢查方法，我哋用一部創新嘅神經傳導測試儀器，透過檢測汗腺功能，專門評估足底細小嘅神經纖維，亦即係 C fibers 嘅健康狀況。而當神經纖維嘅功能一旦受損，往往就係糖尿病或者周邊神經病變嘅早期重要信號。第四，專業諮詢同埋足部評估。足部矯形師會整合之前測試收集到嘅數據，為參加者提供即時嘅專業諮詢，並且進行詳細嘅足部檢查。第五，健康教育互動。完成檢測之後，參加者會睇一套關於糖尿腳嘅教育影片，而且護士學院嘅學生會喺現場度做講解，透過生動嘅問答環節，加深參加者對糖尿腳日常護理嘅知識。最後就係總結同轉介。地區康健中心嘅護士會為每位參加者作出最後嘅報告評估。根據檢測結果，護士會判斷參加者係咪有需要進一步治療，或者轉介至相關嘅專科部門，確保每位有需要嘅人士都可以得到適當嘅跟進。今次計劃，我哋到訪咗8個地區康健中心，包括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、荃灣地區康健中心、油尖旺地區康健站、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、屯門地區康健中心、葵青地區康健中心、南區地區康健中心同埋元朗地區康健中心。目標為672位糖尿病患者做檢測，而我哋用咗4個月嘅時間就完成咗635位參加者。發現超過30%糖尿病患者有患上糖尿腳嘅高風險機會。有見及此，我哋立即
跟進轉介，減低進一步惡化嘅機會。最後，今次計劃可以順利進行，全賴各位夥伴攜手合作。我哋希望可以提高大眾對糖尿病嘅警覺性，令到每一位糖尿病患者都會重視足部健康。如果有咩問題，即時尋求專業協助。記住，預防永遠勝於治療。等我哋一齊努力，守護腳下每一步，活出更精彩嘅健康人生啦！